2018年，你年入300萬仲喺度焦慮，人哋一句說話就喺上海買樓，身家翻倍。差嘅唔係能力，係信息來源，呢個唔係個別現象。世界銀行2021年報告顯示，高收入國家同低收入國家之間，攞到數字信息嘅成本相差最高去到80%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信息傳得快唔快，直接影響你啲投資決定掂唔掂。救護車現場判斷啱唔啱決定生死。商業世界信息快慢決定你富定窮。有錢佬靠第一手資訊，大多數人困喺二手雜音度。劍橋大學商學院研究顯示，跨國企業高層同普通投資者攞到關鍵政策信息嘅時間差平均有成47個鐘，47個鐘夠一個機會由出現到消失。國際清算銀行數據仲直接，2018到2022年間，全球主要城市豪宅投資回報差別當中，信息攞得夠唔夠快，解釋咗32%差異。簡單講，你賺唔到嘅錢有1/3係因為你知得太遲。聯儲局前主席伯南克講過，2008年金融危機其實係一次系統性信息失靈，唔係市場冇機會，係大部分人根本收唔到正確信號。你幾叻都好，信息錯咗，方向就全錯。好似冇診斷設備嘅急救咁，靠估做決定。你要建立信息矩陣，包括國際組織動向、跨境政策追蹤、行業白皮書。參考倫敦金融城嘅師徒制做法，透過 LinkedIn 呢類平台建立跨地域行業聯繫。數據顯示，參與國際專業組織嘅人，薪金增長速度比同行快42%。但更重要係驗證機制，重要決定前要做3方驗證，官方數據、同行共識、學術研究，缺一不可。參考彭博終端機嘅數據交叉驗證模式，利用免費資源，好似世界銀行開放數據、各國統計局數據庫做比對。世衛組織研究顯示，每接觸多1個鐘無效信息，決策準確率就跌5.7%。唔係信息越多越好，係有效信息越準越值錢。信息差決定你諗嘢嘅層次，認知層次決定你身家有幾厚。呢個就係最隱蔽嘅財富分水嶺。你應該將攞信息嘅能力當成核心資產嚟管理，建立信息資產負債表，用三角測量法、國際視野、專業深度、本地化應用3樣缺一不可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要特別留意跨境信息流動效率。呢樣唔單止係個人競爭力，更加係成個城市嘅競爭力。從今日開始，建立你嘅信息系統，揀3個權威信息來源，每日固定時間追蹤，揾一個行業前輩定期請教下。每次重要決定前，完成3方驗證。信息差唔會消失，但你可以揀企喺邊一邊。